家好，歡迎收睇中醫幫到你。今集嘅主題係沖凍水涼可以鍛煉身體。天氣漸漸冷啦，有啲人咧好中意沖凍水涼嘅。有一種說法話沖凍水涼咧可以鍛煉身體。大家請記住，適合人哋嘅咧未必適合你。如果唔了解自己嘅體質而盲目去聽從呢一種說法咧，極有可能反而會傷身嘅。中醫嘅角度咧，虛症體質嘅人係絕唔適合沖凍水涼嘅。虛症體質嘅人就係氣血唔夠嘅人。如果長期沖凍水涼，氣血就會越嚟越唔夠啦。點解？繼續聽落去咯。沖凍水涼嘅時候，皮膚受寒，身體嘅本能咧就會調動氣血嚟御寒啦。氣血本來就喺身體裏面溫養五臟六腑嘅，而家皮膚受寒啦，就會調動到身體表層嚟抗寒。由於氣血被調動咗出嚟，沖凍水涼後咧係會通身感到溫暖，而且精神係會比較振奮，因此就令人覺得沖凍水涼咧有益身心。好可惜，呢一種只係一種錯覺嚟嘅啫。氣血由身體裏面被調動到去表層，就意味住溫養五臟六腑嘅氣血就少咗啦。對氣血旺盛嘅人嚟講，少一啲當然冇所謂啦。但係對於虛症體質、氣血本來已經唔夠人嚟講咧，氣血頻頻被調動，就必然會耗損，而令到虛上加虛啦。到時好多氣血虧損嘅症狀就會相繼出現。但係當事人咧就未必會聯想到同佢沖凍水涼有關喎。最後你可能就會問：咁點樣先知道自己係咪屬於虛症體質啊？如果你成日感到疲倦，尤其瞓飽咗啦，仍然係無精打采，咁樣就需要高度懷疑自己係虛症體質啦。當然最準確都係俾有水平嘅中醫師診斷一下嘅。好，今次就講到呢度先。下次再見。支持中醫幫到你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喇。